这也是为我们一位同学提的，可能会有一点佛教这一块比较专业一点哈。请问观自在菩萨行身般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是不是就是您提的中观思想的体现？如果想修学中观思想，能否介绍一下修学的次第？从哪里下手？应该注意的问题？刚才这一句话是出自于这个《心经波罗蜜多》啊，心经波罗蜜多是观世音菩萨受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加持，然后入定，安住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以后呢，就说出来的这个经文，所以这是佛加持而这个宣说的经典。像般若这个摄诵这样的话呢，佛亲口所说的经典。那么刚才他所提到的，就是这是体现一个中观的，也是一个空性的思想。这种空性的思想，我们要是修，我们要是学的话呢，先就可能要从像中观根本慧论啊，中观这个入中论和四百论，我们在藏地三大中观，这三大中观呢，最好是有自己学习和一些研究的机会。然后完了以后呢，就是中观的这个四部境界，也就是说呢，先就是万法觉知为空。就是然后空性呢，就是觉知为这个离系，离系呢就是觉知为灯性，灯性呢就是觉知为就是最后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等等，就是中观四部境界来进行呢，就是可以这个修学。当然到这样的这个境界之前的话呢，就是先应该用一种理论来就是剖析，就是知道这中观到底讲的什么。因为中观里面有一种方式呢，直接就是安住这个空性，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六祖坛经一样的，就是直接安住的一种方法。还有一种方法，通过反反复复的观察、去分析、去研究，最后呢，就是得出来万法皆空的真理。